人讲3月小马祖来看这中华宝岛，因为一尊叫做三姑来马真特殊哦。这神尊无庙是由36个会员，大家轮流做这头家炉主。但年马祖生前后呢，拢伫咧庄头内面举办召景。炉主表示讲，传到单上无有200年啊，是地方真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。 听到热烈的点头声，民众徛伫门口手举清香，咧等妈祖叫来。台湾的妈祖信仰真兴，各地头拢有坐坐妈祖庙。毋过中华宝岛的三姑妈真特别，是36个会员轮流做头家炉主，妈祖就服侍伫炉主厝内。逐年妈祖生前后，拢会伫庄内了敬祈福。三姑妈伊每一年过节时，阮拢会准备素果，还有那个敬茶，嘿，金银财宝安尼。 求一个大家平安顺遂吼，风调雨顺，已经几啊百年啊吼，大家拢知影讲这个三宝妈的历史。北式寮庄是1890年代使用的旧地名，即阵的范围大概是宝岛镇的西边，部分的参尾乡甲鼻头乡，所以三姑妈了境上远，阁会去参尾的会员岛。炉主表示，三姑妈传到镇尚无有200年的历史。36个会员，一户一户若跋到炉主，伊就去因兜来敬佩，一直延续落来就是拢会员制度。 所以咱一代一代延续来到即阵啊，已经200年以上啊。3月小妈祖吼，自上世界的庄头一直到上大的全国性，全部拢咧烧。但是其实咱毋若是官，啊，是咧一个镇，也是讲像咱即届是规个北式寮庄一个庄头，拢有咱家己的信仰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使了解咱身边的庄头是毋是有共款有妈祖咧了境，有妈祖咧做新名声。文书工作者指出，台湾的妈祖有袂少认真甲论述信仰，亲像婚林的6帮妈、台中新社的9庄妈、中华棒桥头72庄、东安寮12庄等等，大家透过共同的妈祖信仰，互相团结、扶持的过程，拢是真珍贵的地方文化资产。记者杨淑成，中华报道。